保守阮的敬拜，互阮伫你的面前诚做主你所需要的，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全地就阮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学好，咱请敬拜团传来。在礼拜天的早上，让我们用诗歌，我们一同来称颂我们的神。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从座位上起立，我们要用诗歌、用欢呼、击掌，我们来赞美神，称颂我们的神。他的事要成就，新的事要成就在这地，我们就欢呼歌唱。我要向你唱新歌。
这时刻求神灵运
的信用。新的概念来。你就是先进先进，听出你的上帝，这个也是我的，也是我的。第一个三是讲，你就听出你亲像家己，正条大计算我把这你的功分好。我现在的命就是听着三命，亲像我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命，你若三命，你若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好，请坐。这是客英文，客英文伫古圣诗32篇，也是以赛亚11章，我来客恁来译。对耶西的树头要发一批语，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计划甲能力的神，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纵容人，用喙中的拐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三角食，食奶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认捌耶和华的财目，要充满地上。这时，请咱下头来祈祷。主你的天地，感谢你的听，互阮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做你的囝儿，也有圣神的印记，有份伫天国的基业。当阮伫主日来到你的面前，用乌乐感谢，做祭献互你，也求你纵阮的胆，用好的行为来见证你的听，荣耀你的名。引带人归主。阮伫今日要选这2位长老5位执事，求圣神感动阮，选出忠心有见识的来做你的找用，用疼心来治理教会。因为阮知你是教会的头，阮只有顺服你，遵守你的命令。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精神软弱的兄弟祈求，特别阮为着伫个病院中的陈慧雄弟兄，恳求你医治夫妻看顾。阮的国家社会求你保守、福听甲公义充满。恳求圣神甲詹牧师伫地，显明你伊的奥妙的真理，做阮的光灯，做阮的准绳。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这是乌老，咱请教会放总团，为咱献的是求主耶稣愿意来听。
就开船。今仔是耶稣困去，有雨头风拍落来湖里，船内的水差不多满，真是危险。学生问我叫伊醒，讲先生啊，先生啊，要无命啦！伊就醒。即阵风甲海涌，风涌就煞，也平静。伊就甲学生讲，恁的信伫倒落？伊就惊兄奇怪，三甲讲，这是啥物人？命令风甲水，伊也顺伊。以上，今仔日咱邀请詹牧师来为咱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今仔大家平安，咱大先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互阮伫遮组织，搁一摆来听你的话语。阮今仔日要召开临时的会员和会，来选出适任的长老甲执事，由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做工，互阮听你的话语，和用圣神的引带，阮将今仔礼拜甲临时的会员和会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带领。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的吼，就是即个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吼，即个欧阳修啊，因为伊家己是迄个王安石的政见无共，所以安怎伊就退吼，伫迄个庄脚的所在吼，啊，总是伊伫民间有非常悬的即个声望安尼，啊，真侪人吼看惯当局吼，其实王安石嘛毋是歹人吼，但是伊就感觉伊的做法毋对吼。所以因安怎，因就拢去找即个欧阳修吼，以尊就教吼，啊去甲伊请教一些时事安尼啦吼。啊，迄个时阵有两个少年人，就想啊，我嘛是读册，我读一寡册吼。但是因听到我介绍，因想要去附会风险吼，就讲啊，我有去甲欧阳修交往过，我认识欧阳修，安尼会当自我抬高身价吼，能够安怎将来看卖咱做一个官名吼。所以两个人就想讲，啊，咱做伙招咱来去拜访即个欧阳修吼。结果因就要去坐船吼，啊要去坐船，伫迄个坐河边拄着一个老头子吼。啊，因讲啊，即个老头子看起来安尼像个糟老头啊，无啥物读啥物册吼。啊，所以因就想讲要伫伊面头前卖弄一下风采吼，吓这个老头子吼，看让他们知道说，阮是有读册吼。结果因毋知影即个伊就是欧阳修了吼。啊，因就伫遐看，看到边啊吼，拄啊有一只鹅在岸上，啊伊就第一个少年人讲，岸上一只鹅，就想要做一首诗吼，表现他们很有学问。因为岸上一只鹅，第二个就讲啊，扑通跳入河。因为讲了，啊你感觉这诗做了安怎？袂歹，有押韵安尼啦吼，袂歹啦。岸上一只鹅，这甲阮今日甲我开讲的讲的程度差不多啦吼。吼啊！伊讲了以后，就是说看即个老伯吼，看着欧阳修就讲，意思是讲，老头子你会吗吼？啊，即个欧阳修笑一笑，伊就讲，伊就接说讲一句，伊就讲白毛浮绿水，红掌翻金波。哇，这两个笑了一听讲，哎呀，即个老伙仔哦，伊感觉啊，即个我敢若跌倒去讲，哦，这厉害啊！想袂到伊安尼出口成章，意境遮尔好哦。所以安怎？袂使互逼落去，袂使互逼落去。所以这个少年人伊佫马上佫出一句讲吼，远看灰一堆。啊，另外人伊毋知要接啥物啊，所以伊毋知要讲啥，伊就凊彩讲近看一堆灰嘛。啊，欧阳修伊听人安尼讲了以后，就讲一阵狂风起，化作千雪飞。哇，竟然讲哇，这个人有来历吼，这个听到足好诶吼，伊讲诶话讲起来，哇，迄个意境啊，迄个画面啊，有够水啊，无像阮讲诶，迄实在是袂比吼。所以因两个人知，刚刚讲啊，佮甲伊比咧，我毋是伊诶对手吼。所以，但是怎样又不想认输吼，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讲，不要紧，哦，你足大，你足强，不要紧，我甲你讲吼，我安怎，我们两人同一舟去访欧阳修，意思是讲安怎？就是讲你足牛足厉害安怎？但是我捌欧阳修是阮的朋友啦。哦，他想要借着他们来抬高身价。这欧阳修听安尼讲，就笑一笑，讲吼，修也不知你，你也不知修。哦，
些人自以为很厉害，其实是唔知影见笑吼。啊，这个笑话其实对咱来讲，有时阵嘛是一个提醒的。有时阵吼，咱会感觉家己的信用真好，咱会感觉讲，我甲耶稣嘛真熟悉呢，人我嘛拢有捌伊呢，我嘛有洗礼呢，我嘛有去教会呢，中兴教会我嘛是在职会员呢，有时咱会家己安尼感觉吼，咱会感觉咱的信用袂歹吼，但是耶稣若来讲，我嘛无啥物别的，你嘛无啥物办法，安尼要安怎？如果我们耶稣也跟我们说，修也不知你，你也不知修，你要安怎？因为咱读的这段圣经吼，是一个大家真实的圣经啦吼。这段圣经讲到耶稣甲伊学生坐船，伫这个船顶顶头拄着这个真大的暴头风吼。像咱开始咱拢知影耶稣学生内底有真大一个比例的人，因的职业是啥物？掠伊的嘛渔夫毋是渔捕啦，是渔夫啦吼。伊是掠伊的人吼。圣经甲咱讲伊的学生内底讲，其中内底有西门的西面的兄弟安德烈甲彼得因两个人是安怎？是掠伊人。约翰安怎？约翰甲伊的兄弟雅各，因嘛拢是掠伊的人。所以因圣经就讲咱看会着讲因长期是伫即个加利利海即个所在掠伊。咱讲加利利海其实加利利海你若去过，伊大无大？无介大啦吼，你就是放大版的什么日月潭你把日月潭放大10倍，就叫做加利利海所以其实伊是一个较大的湖但是即个湖较特别等下咱会简单介绍即个湖咱知影因拢伫即个所在安怎？逐世代咧掠伊，伊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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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怎？甲因拢是伫遐咧掠伊而且因安怎？因常常半暝伫遐掠伊耶稣拄着迄个彼得的时阵，彼得捌甲讲过一句话，讲：先生啊，阮规暝掠无鱼啊，我们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掠无半尾鱼啊。所以因讨鱼的人安怎？常常是半暝出去掠鱼这情景因拢捌拄着过所以耶稣遮的学生的中间，其实咱就安尼讲，因有一群人，有一部分的人，因是见过这些大风大浪因对这个海的人物非常专业因是加利利的专业的捕鱼人士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以前咧读圣经的时阵，我毋知恁读圣经的时阵，你有注意到圣经对海的观念是啥物？圣经对海的观念是什么？海是好的，无好的？天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这个有这个圣经有对海有什么讲法吗？其实你若注意读的时候，你就会读着讲，圣经对海的观念是无好的犹大书1:13安尼讲海伫圣经内底就是邪恶的代名词。你讲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我毋知你捌去看海，就看迄海浪来拖就好可耻你安尼想袂？我家人呢？阮以前常常去外木山成泳，去遐游水阮伫遐看海阮教会青年若拄着啥物心情无好无好的所在拢会安怎走去二条沟即阮家己的术语你拢毋知影走去二条沟伫遐看海看迄个海浪看迄浪花，我看10几年，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泡沫很可耻。圣经讲，迄个泡沫是可耻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海是邪恶的，海是恶者大的所在，所以海真恐怖。遐内底带着真侪恶魔，你若去读迄个旧约圣经内底什么奇奇怪怪的迄个动物拢秘咧海内底，因咧作恶甚至伫这以色列虽然讲，伊要互你落坑，你要死伫海中，亲像互人杀死人所以死伫海中是一个啥物？是一款咒诅。对犹太人来讲死伫海中是一种咒诅，是含落伫坑内底，坑内底是啥物？就是乌暗，跟迄个是地结共款。所以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海是一个足负面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安尼甲讲，我阁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前个天已经过去，海嘛无阁再有所以你若是住在海景第一排的人，将来去到新天新地，你会感觉足失望。安怎？没有海景海也不再有，因为伫迄个圣经内底的讲的新天新地内底是无海所以
因为伫即个中间，咱来看见犹太人因对海的观念是真强大。你爱有即个心，有即个观念，你去读即段圣经的时阵，你才会知影学生为虾米咧惊啦。学生惊毋是讲哇风影真大，风真大。除了即款的惊以外，佫惊啥物？惊即摆是7月半，安尼听有无？哦，阮小时候妈妈拢甲阮讲，7月半安怎？暗时安怎？暗时袂使，袂使安怎？你7月半袂使嘛？衫袂使年过袂？袂使啊。头毛会当留修长袂？为虾米袂使留修长？讲会用带去白肉站，阮妈安尼甲我讲。讲暗时5月节就是要白肉站嘛，但是阮妈就是安尼甲我讲啊，衫袂使年过袂吼，反正就足济啊。所以咱来理解一下吼，就是你昨只咧讲着风影的时，毋是干那惊大自然的，是惊大自然甲后壁迄个灵感。咱爱有即个理解吼。所以这是一个咱对这个背景了解。咱讲讲耶稣啊，是有一人因是讨海人吼，所以因会晓看天气，也会晓看天气，会袂？恁啥物时阵会看天气？阮妈妈逐工嘛看天气，阮妈逐工看天气吼。我们家只要今天出太阳，就是晒棉被。所以阮热人的时拢加迄个足烧的棉被，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出太阳，夏天天天出太阳，我们天天都是盖这个热乎乎的棉被哦。哇，这若是冬天才要偌好诶，所以阮热人是拢足热的吼。真侪人会看天气吼。我即礼拜去爬富士山吼，拜一到拜三去爬富士山。爬富士山的时阵吼，伊个气象会写一个 A、B、C。A 就是今仔日最好爬 ，B 就是还可以，C 叫你唔通去爬。就是你出门你也要看天气啦。耶稣的这个学生因去坐船，因甲学所因讨海的人，因甲会晓看，因甲袂晓看天气，会不会看？会。所以耶稣这个时阵要坐船的时阵，为怎样耶稣老先无去甲耶稣讲，耶稣今天不要坐船，今天坐船会怎样？遇到乱流，所以真危险，咱莫去。耶稣老先无安尼甲耶稣讲，无啦。为怎样无？因为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波涛风，常常是伊是无法度预测，因为迄个时阵无气象雷达吼，所以伊个风来的时阵，你是没有办法夜观天象，有云如何主大雾吼，你毋是诸葛孔明啊，你无才调安尼看吼，所以你毋知影伊当时发生哦，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渔夫，他也没有办法预测吼。这是咱看见这个以色列吼，这个从顶头迄较细条迄个是加利利湖吼，下底迄个是死海。你注意看，因两个是伫咧一个纵谷的低地吼，较低的所在吼。伊伫伊的迄个右前方迄个所在叫做格兰高地吼。这个格兰高地这个所在吼，甲这个黑门山哦，这个所在吼，长期吼，就是这个风景吼，我们简单吼用这两个地图来对照。你要知道，加利利湖是低于海平面200公尺吼，所以伊个海水是流袂出去的吼。伊海水流袂出去，流到尾流到死海，死海搁较深吼，所以迄落搁较大的雨嘛，引袂出去吼。好，因的风是为即个东北边即个所在入嘛吼。礼拜到头前的时阵，伫即个所在遐有一个山谷，会把风压缩吼。恁我以前徛后遮，徛去迄个武岭，甲武岭进前就是一个关，以前叫做鬼门关啦。尾仔咱的迄个做总统的人拢较袂知影，迄个蒋经国去甲遐讲，鬼门关太难听了，所以我们把它改名叫做什么？克难关吼。迄个就是伫迄个武岭，伊要到迄个德湾山停车场去遐有一个克难关吼。我以前骑脚踏车尾仔过的时候，看讲，哎哟，有夜顶有车，迄风足大的吼，迄就是风山谷甲山谷的中间，搁多一个出口，所以风力吼，人伫北纬只有3级、4级，来到遐变5级、8级，风会压缩吼。搁咱台北市咧加树迄个修剪树枝，都要把那个树枝修得非常短。有人说怎么这么不爱护树木？为什么？因为高楼大厦会形成风压风本来咧空旷的所在吹，拄着高楼大厦一风压时，它的风力就会多好几级，所以树木要剪得特别的短，无大风人就会倒去吼。这个加利利海的天气嘛是安怎？伊的风为东北边来到这个所在时，经过头前个半圆形的迄个山谷去到遐时，把风压缩，一压缩它进入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时阵，
伊的风力会非常非常的强吼。啊，而且你事前无法预测吼。伊伫到这个加利利湖的时阵，拄啊无法预测。啊，耶稣因行传的路线就是迄个红色迄条线，所以因就是这个暴台风来的时，因拄啊叫从侧面吹过来嘛。你若会晓驶船的人，就是风来的时，你要正面迎向它吼。你若是侧面是安怎？较快变，较快变吼。哦，侧面因为船是长的嘛，你侧面一个就变过。所以这个风来的时阵，就算迄个上有经验的土海的人，伊嘛无法度预测面对的时阵吼。像你像姊妹，就这个无法度预测的时阵，因拄着这大的暴台风来的时阵，请问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啥物？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啥物？学生的反应就是第一个反应是安怎？想要自己控制住场面。因是马上去叫耶稣，开玩笑，我啥物人？我土海人呢？即个家己厉害，我安尼自细汉甲阮爸甲阮阿公做伙伫遮掠鱼掠过来10年呢，这是我的地盘呢。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专业啦，这我的专业安怎？所以耶稣的学生毋是第一个时间就去叫耶稣，因是第一个就去迄个啥物，去家己搞定。圣经甲咱讲啥物？伊讲这个安怎？海燕拍入船来，船甚至水免满，甚至船要满了水吼。现在兄弟姊妹吼，燕吼通常毋是一个拍入来，规只船就满了水吼。燕是一波又一波吼，然后慢慢的把水，甚至要满了水吼。所以通常伊是一次的巨浪，一次的巨浪哪会遮尔大，直接就翻了吼。学生是看见这个燕哪来哪大，水哪来哪济，情况哪来哪无法度控制。因的内心开始感觉惊吓，因才去找耶稣。圣经的作者内底伊安尼用一句话吼，伊讲吼，即个打入，吼波浪打入船内哦，其实即个原文是抓住。即海燕敢若亲像一支手，要甲即个船掠牢一样啊。咱讲迄个，阮以前7月半，阮妈妈讲，下日去耍水安怎？去耍水会安怎？水鬼要创啥？掠高体吼，对吼，嘿，哦，当然圣经没有这种观念啦，只是我是讲，这水敢若，这个风影敢若亲像要甲即只船食落去安尼共款，要甲扭落去共款啦。所以，这个学生吼，这个圣经的作者安尼写的时，迄就是学生因伫船仔顶的迄个体会。这个这个海燕非常的恐怖，敢若要甲因掠的共款哦，好像他们很凶狠的在攻击他们哦。所以我拄仔讲是讲，迄个时阵因的文化内底物件会造出来，你知影？人文化物件内底会造出来。有些东西是你信耶稣，迄个文化时阵嘛可以记的，你知影？我等下来小可解释一下啦吼。因就想着哇，海是恐怖，是恶者大的所在吼，所以学生的心内就开始着惊，非常的无平静吼。毋是干那迄个大自然的困难，而且是对迄个海底迄个恶者、迄个势力，迄款的惊吓。所以因感觉真恐怖。伫即种真紧急的状态下面，因若无去叫耶稣，因感觉家己就无命哦。但是耶稣咧创啥？耶稣咧困，对无？圣经讲了毋是吼，耶稣伫迄个船尾咧困。啊，你有人讲，为什么咱会伫船头咧困？为什么要伫船尾咧困？因为瘾头的才会去船头困，哦，迄船头安怎？瘾较切啊，较歹困，会晕船啊。所以你若晕船，人去坐船尾吼，船尾较袂遐尼深吼。好，学生走去找即个耶稣吼，耶稣安怎？去找耶稣讲，耶稣伫船尾咧困吼。学生甲耶稣安怎讲？伊讲先生啊，我无命啊，我们丧命了。这句话吼，毋是讲我要无命，是讲我已经无命。阮死啊啦！你怪惨啊！真诶，姊妹，你感觉吼，即句话吼，伊讲，我拄仔讲了伤激动，我照即个文理讲，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哦，这比较可能比较平顺一点。你感觉因即句话甲即个先生讲话口气好啊无好？你看他有客气吗？如果你去跟你们学校的老师去做学生啊，吼，你叫老师讲，老师我要死啊，你不爱插我吗？你老师会应该讲你是安怎吼？即个话其实是
责备耶稣，你知影？即句话学生有咧责备耶稣讲：耶稣啊，你哪会遮尔麻木不仁？阮拢要死啊！你哪会感觉反应拢无？你还我咧困？所以耶稣学生有甲怪。哇！伊咧怪耶稣啦，怪你这个不识死活的耶稣啦。吼，即个互人认为无有反应，毋知影死活的耶稣，互人叫醒的时阵，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换做是你吼，即阵已经要电嘛，迄个你捌坐过回音机吼？我大概坐回音机的时阵，三不五时啦，无逐届啦吼，毋敢非常多会碰到乱流，看到有人就开始叽叽叫吼，我无啥惊啦，我拢看啥物啦？我拢先看迄个啥物，迄个空服员，空服员他们如果还很镇静的，然后那个吼，你知影讲这是小 case， 你捌看过空服员紧急蹲下来？然后双手抱头安尼吼，哭咧起来遐个你捌看过即种乱流无？你若看到穿乱流的时，你就知影怎？赶快抱头啊！人家空服员都在抱头了，你还不抱头啊？因为空服员被训练的时候，你袂使惊，你若惊会引起啥物？恐慌啊！哦，伊若惊的时，大家恐慌吼。这样的耶稣的学生是讨海的人诶，这个讨海的人拢非常非常的惊。耶稣是坐在这船上的乘客。就讲讲，你看遐空服员拢已经咧惊声尖叫，你会安怎？理论上你嘛会搁较惊啊。但是耶稣哦，这个学生甲叫起来时讲：先生啊，阮无命，你不要甲阮过吗？耶稣安怎？伊无着惊诶。耶稣伊安怎？伊徛到船的头前，对风讲：安静点点，风就停止，大大平静。亲爱的姊妹，我感觉这是一个充满画面、充满想象力的。当耶稣伊伫遐大声斥责这个风吼，讲住了吧，静了吧，然后伊把灯先，伊看到遐所有学生，遐学生拢互惊着。耶稣看伊学生几秒了后，伊甲伊开嘴甲伊讲：恁为什么惊遐？恁有减无有信心啊？真兄姊妹，换做是你安怎？今仔换做是我坐飞机吼，即个飞机若拄着乱流吼，迄机已经落一半去啊，你知影？也是迄引擎落一粒去啊，你知影？机长哇好厉害哦！飞机平安降落安尼，请问飞机平安降落的时阵，你会安怎？哇，开玩笑，拍手啊！我们也互相拥抱哦，活下来了哦，终于免死，你知无？你敢有迄个终于免死的感觉？你们常常有没有这种经验？无吼，你若无我甲你建议，你若去做一个运动，去爬山。我第日去爬山，爬到一半吼，下山就哇，感谢主，这届无死咧山顶，激发你的求生意志嘛，让你觉得活着真好。我意思是讲，即阵人因看见讲哇，遮尔大的迄个危险经过时，照道理是应该爱庆祝、爱欢喜吼。就像那个飞机机掉了，停在那个河上面的时候，哇，大家都把机长视为英雄，大家都在那庆祝。好莱坞的电影就像安尼啊，但是无庆祝，无庆祝，是大大惊吓。圣经讲，学生拢大大惊吓，这毋是真奇怪吗？因军地耶稣是一个遮厉害的人物，连海甲风拢听伊，这毋是一件应该非常爱感觉欢喜的事。因应该欢喜讲，哇！咱军地耶稣遮厉害，遮高，遮尔强，啊无电着人。总是圣经讲，因咧惊吓，因咧惊吓，因咧惊吓啥物？即摆因毋是惊吓风甲海，因惊吓是耶稣一个人。为怎样因惊吓耶稣一个人？真有可能即个报头风是即个学生因去讨海即个过程中间拄过迄个上大上恐怖的报头风。但是耶稣的一句话的时阵，因拄着是即个海面平静，敢若亲像一个镜共款。亲爱的姊妹，你若有看着头前迄个报头风，迄个海影有偌大，看着即个时阵，即个海影遮尔平静的时阵，遮尔大的对比，敢若因为耶稣讲一句话。亲爱的姊妹，
先弄个祭法坛，你知影吼？迄道士要做法进前爱安怎？爱先盖个法坛，有没有？安尼先念个咒，有无？无啊，有啥呢？三太子护身啊，三太子护身啊，有安尼无？没有啊。耶稣甲咱简单用一句话，海甲风就平静，因为安尼，耶稣也心中大大惊。即个圣经的经文中间，你若是读马可福音，伊内底用三个大大吼，三个大大，大大的风暴，大大的平静，大大的惧怕。这三个大大其实是同一个希腊语的字根吼。就是讲头前的风雨有偌大，即摆的安静就有偌大，核心心内迄个惊吓也嘛有偌大。这个是一个文学上的技巧，咱伫中文是咱咧头前咧定定无注意。哇！你头前有偌惊死，看到迄风雨有偌大，耶稣的一句话就互即个海洋平静甲，哇！遮尔平静，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暴风，即摆是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平静的海。姊妹，就是因为这个反差，学生会心惊吓，惊吓，哪有即款的代志啊？我讨海过了10年，我毋捌看过即款状况啊！伊是同一个字，咱简单就咱讲，风影有偌大，平静就有偌大，学生对耶稣的惊吓就有偌大。所以我们来想象那个画面哦。你要想象一个画面哈，在一个满天星斗、风平浪静的夜晚里面，这阵共军队耶稣学生，因无伫遐大声庆祝，伫遐坐伞，伫遐拥抱，因是大家人压低伞门，遐讲，这到底是啥啊？这到底是啥啊？连风甲海也拢听伊，所以你当想象，彼得咧讲即句话的时阵，伊手咧颤，哪个？目睭闭甲足大蕊，伊毋敢相信，哪有即款的代志？这约翰的身躯全身上下长满鸡皮疙瘩。因咧讲，这到底是啥？这到底是啥？亲爱的姊妹，我毋知影你有捌面对上帝的时阵，你心里面有这种令你全身充满毛骨悚然的迄个感觉。当你去经验上帝的时阵，你就会亲像耶稣啊，心安尼。这到底是啥？这到底是一罪啊？因心中的骄疑比天顶的星还较济。现在姊妹，伫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中间，我毋知影你普通时啊，你相信的是啥物？你平常相信的是什么？有人说啊，宗教信仰就是一种迷信，我才不信呢。我是谁？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嘛。我相信的是什么？我台积电上班的啦，我是务实、科学、理性的啦。我才不会相信这种耶稣这种毫无根据的怪力乱神。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相信的是乖乖，而且是绿色的乖乖。这少年在听无？中国足侪人听，唔知影。乖乖啊，绿色的乖乖。为什么？我相信乖乖，它是创造晶片良率的神。我相信绿色的乖乖，它是超级的炼金术，充满了神机与哲学，是科学与魔法的结合。你捌看过这个？少年的可能有看过啦。好，就是说呢，我们在信仰里，我们有一个信仰，然后有一个科学，有一个魔法。信仰不一定有科学，信仰不一定合科学，科学不一定合乎信仰，魔法有信仰有科学不一定有魔法，但是你可以同时拥有信仰，又拥有科学，又拥有魔法的，同时拥有信仰跟科学的，就是一种哲学；同时拥有信仰跟魔法的，就会产生神迹；同时有科学跟魔法的，就能够产生炼金术。但是你同时拥有信仰、科学与魔法的这个东西，就叫做绿色乖乖。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工程师因为要让台积电的那个晶片的良率提高，他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只要你在机台上面放一包绿色的乖乖，机台就会乖乖。千万不要放5箱黄色的乖乖，那个不会乖，只有绿色的乖乖才会乖乖。所以有一个学弟的学长讲，学长，我有放乖乖啊，乖，可是机器为什么故障了？
你讲你有没有看那个日期有没有过期？啊，过期啊！所以绿色乖乖是有使用期限的。因咧讲的吼，台积电之所以能够打败三星，成为晶片的制造龙头，就是我们机台里面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颗灰尘，但是一定要有一包绿色乖乖。现在基本我要讲什么？我不是要讲乖乖真厉害，我要甲咱讲的是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在我们信靠耶稣之前，我们会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专业，相信自己的财富，相信绿色的乖乖。你知道吗？我们什么都信，但是安怎？就是不信耶稣。有时阵连基督徒嘛是安尼。咱好亲像迄个学生共款哦，咱无真正明白咱的主是啥物人啊。咱常常互咱的主伫咱的身躯边顶头困去啊。咱会想讲啊，拄着即个风险，靠我的专业，靠我的能力，我家己搞定就好了。咱会常常是讲啊，我所依靠的就是耶稣以外的其他人，你知道吗？就算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所依靠的就是耶稣以外的其他人。咱一定，咱常常拢会感觉我们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的时阵，无报啊，无鸟啊，咱才安怎？咱来靠耶稣啊！咱来靠耶稣啊！亲爱的姊妹，我要讲的是，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把咱的性命的一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只是把我们的宗教交给他就好了，然后保留着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人际关系哈，我的工作，等到这些都不行了，我也把它搞得乱七八糟，一团乱了，人家讲啊，耶稣啊，求你来救我。咱常常是安尼，你知影无？咱有信耶稣，总是咱常常是安尼吼。咱爱学习的是全然的信靠，全然的交托。我还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教会干事，啊，他电脑也不会，啊，那个时候的电脑也很烂啊，那个20-30年前的电脑，那个就现在都开始大陆代工兴起，电脑常常故障。那个时候，那个微软的那个 logo 就是，这个作业出了问题，请下你的那个程式设计人员啊，人家微软就这样，常常伊咧做周报时，做到尾也是讲电脑就一档机做袂出。哎，拢叫我牧师你帮我好吗？牧师你帮我好吗？结果有一天我咧家己斗3工时，用袂出。牧师，我们赶快来祷告吧。啊，迄个干事安尼甲我讲，我抓手看，我就要生气，你知影？这跟祷告什么关系？吼，这个是电脑伤烂啊！我心里面就这样子，因为我想讲，其实讲嘛就有道理哈。我一直在靠我的方法解决问题。我没有，我是个牧师，我都没有想说，我们这个电脑弄不好，我们可以祷告。那你跟这开耶稣什么关系？这是我自己要搞定的事情啊！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哈。现在像你今晚咱常常是亲像学生，因拄着人生无法度面对的风险的时阵，因才走去到船尾，甲大声甲耶稣讲：先生啊，我无命，你无过吗？我们上面的你不顾吗？我们会指责耶稣啊！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人生的风暴常常不是安尼一概。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有没有遇见挫折、遇见困难？你有没有依靠耶稣胜过风暴的经验？这就是信用。咱的信用是在经验当中不断的累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如果你每次遇到风暴的时候，你拢唔爱咧靠耶稣哦，你就是靠你后驶船来，靠你经验好吼。老实讲，你对耶稣的信心无真大。人生的很多，我们的信仰是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挫折当中，我们不断累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依靠他的经验。所以，你的人生的挫折可能不止一届吼，你所拄到的困难嘛，可能不止一个。如果你若大家拢靠家己，你有时阵你会拄到惊吓，你会拄到你没有能力的时候。我要讲的是，你也无信心吗？耶稣问伊还是讲，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学生逐工缀耶稣，看耶稣传道理，看耶稣行神迹，然后耶稣甲伊问题讲，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问咱嘛足好，你知影？你感觉你甲耶稣较熟，还是耶稣也先甲耶稣较熟？还是
是耶稣问伊学生讲，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一个挑战哦。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认识耶稣了哦，我们觉得我们跟耶稣很熟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呢？你有没有常常伫你的困难中间，你去操练去信靠耶稣？有时阵咱拄着人生的大风影，迄、个惊的互咱失去信心，就算讲耶稣伫咱的身躯边，咱也是一个功课，就是咱无落惊吓来赢过咱，咱是用信心来倚靠咱的上帝。为什么？耶稣超过咱的想象。这段经文其实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超越门徒的想象。这人到底是啥啊？恁想袂到。亲爱的姊妹，你有即款感觉无？耶稣到底是啥？我竟然信你遮久，我毋知伊遮厉害。亲爱的姊妹，你的信仰有互你即款感觉无？还是讲我信耶稣遮久啊，耶稣就差不多安尼啦。你有没有经验到你的上帝是一个充满能力的上帝？你的上帝是一个超越你想象的上帝。我要讲的是，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有可能有真侪艰苦，有真侪关卡，有真侪问题，有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家人、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财务。我今仔日才去甲一个姊妹吼，伊即摆人伫日本，他赖我，然后他就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我每一次都遇到相同的事情？好，伊伫伊的感情顶头拄着真侪困难。我要讲的是，我们人生真的有很多关卡，这些关卡常常是我们的压力。常常是咱的混乱，伫你的心头，你会常常感觉讲啊，主啊，这我家己来就好，你在旁边睡觉，这能麻烦你？还是你真真正正你学习，你会晓倚靠耶稣，将你家己的需要、你的困难，你用信心来交托，然后你去经验到，原来这个上帝是超越我想象的，是我想象不到的。然后你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上帝迄个极大的快乐甲能力的时阵，你的信心就哪会哪加添。圣经毋是读，你的信心毋是为读圣经来的尔，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你的生命中间不断去经验着，伊是超越你想象的上帝。求主帮助咱，会当将咱家己生命的主权交伫主的手中。伫咱今仔日伫咱的中间，如果咱有人你对耶稣迄个认识，你讲啊，我想要搁较深的认识耶稣，但是我真欠缺，我无遐尼认真读圣经，无遐尼认真来参加礼拜。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个邀请。你学习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互伊来掌管，互你去经验着，伊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的救主。我们都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救主是救你的生命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生命的主是我愿意将我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耶稣，互伊来运转。当咱将咱家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耶稣的时阵，你会发觉到，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的信心在交托给主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开始渐渐越来越成长。愿上帝来帮助咱学习这款的功课。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搭遮做伙出席，阮看见学生因怎样来熟悉你、认识你。我嘛要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搁较深来经验你。主，互阮的信仰，毋是干那听人伫牧师讲，毋是听人分享，毋是干那伫别人的见证顶面尔，是阮伫阮的生命中间，阮的生活中间，阮不断去经验，不断去操练，去经验着主你的能力、你的同在。愿你保守帮助带领阮，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妹，咱来念即个圣礼典所要念的圣诗吼，咱念即个圣诗的时阵，咱请咱服侍的小会员来头前来准备。
咱嘛请咱兄弟姊妹伫吟诗的中间，陪伴咱的心。咱吟第1节就好，咱吟第1节就好。主的内面，欢迎今仔属于教会内面的陪参会员，有分伫主的论点，请咱做伙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论点的话。主耶稣讲：咬喙干、翕无义的人福气，因为因会得着饱。愿主的平安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咱做伙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时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所领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无人地迄一年有摕饼起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咱做伙三角来感谢。主必要听完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活出一个人的款式，互阮会当来学习。搁较重要的时阵，是伊为着阮众人的罪，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为阮死伫十字架顶。当阮即个时阵学习主耶稣的款式，伫你的面前恭敬来摆列即个饼甲杯，愿你分别这个饼甲杯，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互阮透过食即个饼、啉即个杯，互阮明白，阮就是耶稣基督奥妙机体的一部分，帮助阮透过即个圣餐，阮学习彼此合一，互相连结，做伙来起造你的教会，做伙活出阮是耶稣基督机体的款式。阮求你的话语刻牢伫阮众人的心内，也互阮用信心
来食即个饼，饮即个杯，互阮伫即个中间，阮的灵性、灵命得到完全的提升。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坏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要请咱教会服侍的小会员来为咱设法来捧杯，来捧饼，歹势，我们请捧酒。咱邀请，既然已经领洗礼，家己教会兄弟姊妹，不管你伫在一个教会领洗礼，你已经领洗礼，家己教会兄弟姊妹，你拢会当来记这个饼。我们邀请凡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成为陪餐会员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来领受这个圣饼。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祷告当中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坏，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让这回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来，请咱的小会员来为咱设法捧杯。
邀请凡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成为陪唱会员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一起来领受这圣餐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你可以在祷告当中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今仔日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杯是新约，以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请服侍长老来为咱受杯。圣餐，互阮会晓少年将来阮伫天顶，去甲主你
常常也是注意的教师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成做正人的祝福，疼别人亲像家己。愿主你的疼痛稳定，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一块，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阿门。这是咱请起日，咱来练习184首，听头摆的那个。
上尾咱吟上吟397首，吟了，请詹牧师为咱祝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拣选、呼召，互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熟悉你。阮也伫即个时阵特别为着八有姊妹伊的目睭出血，姨妈改变伊的急症，愿主你医治伊，也求主你的话语建立阮逐人的心中，互阮来回应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阮众人相甲伫地，互阮真正明白耶稣是一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好，请坐。即是咱来报告，因为等一下吼要开临时的和会吼，所以咱简单报告。今日吼有一名新来的来宾，吴晋吉。伊是迄个吴晋生执事伊的朋友吼，伫基甸会北十支会的前会长，好，欢迎。咱周报吼内面有消息报告，第一个就是礼拜后的小组今仔日的暂时分享。第二，本日要举行，礼拜后要召开临时的和会，改选道院的2名长老以及5名执事，所以等一下请那个会员留步。第三呢，本会规范申请洗礼或转籍之会友，必须有持续且稳定在本会的聚会。也就是说，要提出申请日之前呢，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在我们教会在1季内能够达到1/2以上的出席率。如果说有特殊的情况过病或者说什么紧急事件，想要申请洗礼，那必须要有长老推荐，经小会同意。再来第四，为了普及会友能够参与服事还有避免长职过度集中在某一些家庭那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小会有做一个规范，就是说同一个家庭呢，最多就是选出1位长老、1位执事，或者是2位执事来担任教会的职分。那这个就是不包含同一个家庭，就是不要有2位长老了。那如果说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呢，选举长职的时候有同一个家庭成员第三个人高票备选，那这个当选就失效，有下一位高票而且得票数达到1/2以上的候选人递补。这个请大家注意。那我想我们就简单报告到这边啦那大概等一下休息个5分钟，然后我们统整一下人数。那特别请那个会员留步啦，然后我们就马上开始我们的临时和会。咱即摆25分，咱11点半，咱上个洗手间，咱转来开始咱的会员会，好不好？好，多谢，谢谢。